向 Winston Churchill 致敬咧，有一間好英式嘅 gallery 擺喺度，又有可以寫作，又可以有畫作，亦都可以有一個雪茄嘅元素。咁我嚟緊希望星戰美學對我嚟緊嘅工作嘅影響就係由黑白灰走進好彩色嘅顏色入邊。建築設計師何周禮 Barry 返到倫敦所衝嘅鴛鴦，反映咗乜嘢嘅英倫生活態度？咁喺英國倫敦呢度呢個元素同澳洲啦同埋香港好自然不同嘅，我哋係集中咗一笪好大嘅地入邊。除咗我哋大屋、我哋嘅 office 同埋我哋個 gallery 有個特別嘅關係之外呢，我就係可以實現到一個好想發生嘅一件事，就係可以喺好近距離由我自己屋企行到入去返工，唔需要30秒。好老套嘅一個講法，叫做中西文化交流交融。我認為呢個就係我哋香港發揮到最大嘅香港精神。咁好似呢間房咁樣啦，典型英式必具嘅小偏廳。小偏廳入邊咧，我哋有翻好英式嘅元素，sofa 啊，同埋一啲英式嘅裝飾喺度。同時咧，我哋亦都有好多明式家具啊，我哋明式嘅裝飾喺度，咁令到呢一個元素咧發揮得好淋漓盡致。向 Winston Churchill 致敬咧，有一間好英式嘅 gallery 擺喺度，又有可以寫作，又可以有呢個畫作，亦都可以有一個雪茄嘅元素。咁入邊當然咧，我好希望將我自己近期重拾翻水彩畫嘅呢個經驗咧，係擺翻展示翻我嘅所有嘅喺英國畫同埋喺歐洲畫嘅水彩畫。或者有啲朋友知道咧，我係受星戰美學嘅影響好深嘅，因為黑白灰可以表達到我建築嘅內涵。我好少用第三隻顏色，除咗香港同埋澳洲之外咧，我特別精選咗2000件星戰嘅收藏咧，擺咗喺呢度。咁呢個亦都係好獨特嘅，因為以前要由屋企去我個收藏館，但係而家咧可以喺屋企以內嘅範圍就有我自己嘅收藏館，因為個收藏量有2000幾件咧，咁可以每晚都攞靈感，攞到深宵都可以。咁呢個我覺得都幾特別嘅一樣嘢。咁對於星戰美學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深影響嘅一件事。正如一個畫家 Paul Klee， 佢前半生畫嘅畫咧係顏色怒放，但係到佢晚年嘅畫咧，佢啊淨係黑白。點解咧？佢話黑白入邊見到佢嘅彩色。咁我嚟緊希望星戰美學對我嚟緊嘅工作嘅影響就係由黑白灰走進好彩色嘅顏色入邊。經過20幾年建築設計生涯嘅 Barry， 事業上得心應手，但係翻到嚟英國倫敦嘅設計工作，有乜嘢文化上嘅衝擊呢？個文化差異咧，同埋嗰一個文化衝擊咧，係好有趣嘅。喺亞洲地區咧，大家一個城市規劃同埋城市發展咧，往往一定係開始一個商場先嘅。有商場有人流之後咧，就會有交通，有交通同埋有住宅有商業。但係似乎喺英國倫敦呢度咧，一個咁樣嘅 composite development 咧，係一個好難會發生到嘅一件事嚟嘅。尤其是喺2、3線嘅一啲小鎮入邊咧，你發覺好多時嘅居民咧，佢怕嘅一樣嘢咧就係怕變，同埋佢唔中意變得太多，甚至乎咧維持現狀多200年。但係好有趣，去到英國倫敦某啲住宅區咧，呢個往往就係大家群起嚟反對嘅一樣事實，因為佢覺得佢已經有足夠，佢唔要改變，甚至乎咧10里以外有嘅嘢咧，佢都唔想自己隔離屋有。但我好希望咧，透過好多大型嘅規劃項目咧，喺倫敦呢度咧，能夠譬如俾中3或者中4嘅朋友咧，俾佢一個思考嘅機會，去沉澱一下一個出路。咁呢個出路咧，係俾佢哋去反思，佢想繼續現狀多200年啦，定喺200年之前去求變，點樣去逐漸變大變，定係去細變？